今年 Costco 真的太懂加拿大人的夏天了。这款风扇直接升级成可坐的可上桌模式，终于不用边吃饭边被风直吹到头痛，而且还是360度循环送风，整个房间空气都能动起来。还记得2021年卡尔加里热浪那年吗？风扇直接全程断货，想买都买不到，很多人临时抢空调、抢风扇，价格还疯狂上涨。今年天气还没真正热起来， Costco 已经默默把装备备好了。有时候真的怀疑 Costco 是不是会读心术。去年大家嫌桌面款不方便，今年马上加高变落地板。宝子们别等到30度才开始找风扇，加拿大的夏天一热起来，库存消失的速度比天氣變臉還快，家裡、房間、辦公室先備一個，真的會感謝現在的自己。感謝收看，我是 Kelly 卡爾加里的美食博主，點個讚飛那啦，唔該晒。